题目是危机与逆转胜。我们将时间交给钟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很高兴来到这边做礼拜来分享上帝的话尤其这个敬拜赞美诗歌，我很喜欢。我退休之后，这个赞美之前，从第1集，现在是28集还是29集，我就听过至少2遍，我用听的啦，因为那诗歌很美。我在巴黎牧会的时候，他们也是青少契，就主持一个敬拜赞美团我有时候听到这个赞美之前的歌从以前耶和华祝福满满这些诗歌到现在，我听了都很感动很感动，很活跃。我也希望我的心也很活跃，虽然是已经年老了，但我听了2遍，我还要再继续听因为这个圣诞节了这个节庆，所以我最近在听那个代降节跟圣诞节的歌尤其圣诞节的歌有很多，美国很多新的这个比较长的圣诞的这个叫做清唱剧我听了都很感动这个诗歌音乐把教会带得很活泼了尤其赞美之前他每次去都是2-3千个人这个参加的这个会，很感动希望我们喜欢圣乐我们也多欣赏那个圣乐。我听到圣诞节玛丽亚凯莉她唱《Oh Holy Night》，你们知道网络几个人来看过吗？1.2亿人呢，1.2亿人看过《Oh Holy Night》，可见你看这音乐的影响力有多大不过今天我们要借着以斯帖记来分享这个危机跟逆转胜虽然我用很短的时间来分享。危机就是说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抓巴比伦，然后这个亚述，然后波斯，现在是波斯在统治他们受抓到那个这个波斯的这地区，那他们就碰到那个危机了危机所讲的危机就是说有一个哈曼这个领袖了胡作非为只因为末底改就是以斯帖的养父不愿意向他跪拜，生气，就是要把这个犹太人都杀死。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等于是灭族的灭族的危机了。当然这个是国家的民主的危机了因为他们也是受管嘛碰到这样的危机是很可怜的但是上帝怎么样拯救，让这个危机逆转胜？所讲逆转胜就是说，我们读到以斯帖之后就会晓得，本来犹太人要面对种族的灭亡，但是呢最后逆转胜，不但犹太民族没有受灭亡，反而这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哈曼这个宰相，他呢被自己所做的那个木架，他本来要吊死末底改，反而他被国王吊死在那个木架上。他所生的10个儿子也一样被吊死被吊死。他的宰相的位置也没有了，他的财产充公，反而给末底改去管理。末底改最后也得到这个宰相的位置来管理这个波斯的国家。本来是忧愁很担心变成欢喜快乐，因为要灭亡的这个哈曼已经死亡了所以他们忧愁变欢喜，快快乐乐在庆祝。我们所讲的这个亚达月就是12月了12月以色列人的12月，他们欢喜庆祝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危机
变成逆转胜。逆转胜，我就讲这个今年的奥运一样哈，我就看那个美国跟塞尔维亚在比赛的时候，几乎美国都是第一场、第二、第三第一场是12分钟嘛哈，都输呢，输到第4场的时候，差3分钟就结束了，他还输了大概10分呢，本来大概没有用的了，就怎么晓得？那科瑞尔，我很敬佩。我每次看到勇士最后，我都去看一下科瑞尔那擅长那3分球。结果呢，最后3分钟，他每4颗3分球就进了，就进了，哇，一下就分数就超前了。最后美国赢了，进入决赛。决赛之后，他有拿冠军，赢法国。哇，看了这个球赛哇，好高兴逆转胜。那我就突然看到这个圣经以斯帖他怎么样来逆转胜逆转胜。所以我要在这边分享4点了，4点就好了就逆转胜，第一点就是说安静calm CALM 安静。你看那个圣经他们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以斯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看他有没有说，你们赶快回去，好好的怎么样吃喝玩乐，因为我们生命就结束了，不然就是你们回去好好的怎么样来吵闹，或是建议看什么方式来救我们的民主。他没有，他说你们安静，回去之后每一个人都在家里面禁食3天3夜。禁食就是说你们要安静祈求上帝，我们的上帝，你跟上帝祷告，你怎么样来救我们？3天3夜。他说特别为了以斯帖来祷告，特别为了我来祷告，对不对？他希望我有能力来帮助，因为他的父亲有跟你讲，你得了王后的身份，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好，来，大家都安静来祷告，没有吵吵闹闹，大家都在安静禁食，这很要紧哦。你碰到危机的时候，这个安静很要紧，不是在混乱当中。第一点。第二点，要顺从 ，obey， calm obey， 要顺从。顺从的反义就是说不顺从，不听。我们知道这个以斯帖为什么得王后，就是因为那个前面那个王后瓦实提有没有不听话嘛？国王很快乐，他要请大家官员来吃饭，他想要说我的王后瓦实提很美，来请他来怎么样亮相一下，看她的美。结果瓦实提说不要，他不要，国王就生气了，把这个国王废掉，王后废掉嘛，不听话嘛。这个以斯帖他很听话，他知道国家的法律我没有要求，但是我去见国王，温系也啦，一定死嘛，一定死。所以他就说：“你为我祷告，让我有智慧，怎么样来去见到国王啊？把我的诉求跟他讲，给他智慧。他顺从国家的法律，也顺从上帝的法律，敬畏上帝，因为禁食祷告，求上帝来拯救。后来我看到这圣经，他是怎么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到那个王宫他也没有跟国王讲，没有讲的话，他是一定会死嘛。对，他就到王宫做什么？去那边游览了。国王看到，王后怎么在这边来？怎么也没有跟我讲？结果呢，国王很高兴了，来，叫那个以斯帖王后来，你到底来这边做什么？他很聪明没有，我不是有什么请求要国家的大事要跟你请，没有，我只是希望国王今天晚上你办公完了，跟那个宰相哈曼又害犹太人了，来我家，我要准备一个美食来请你们吃饭。国王听了这好高兴，哈曼也很高兴对不对？就去吃饭。
国王就说：“哎，有什么要求没有？没有，没有。明天你再来，我再煮更好吃的给你。”哦，这个国王跟哈曼，对，就来赴宴席，有没有讲什么？没有啊。但是那天晚上就改变了，有改变了。好，因为我要讲的那个改变，就是说有末底改做了一个很公正公义的事情，就是说他成为可能是这个国王的守卫保全一样，在那边他偷听到有两个这个兵可能守卫要害死那个国王，他把这个消息透过以斯帖他的养女，你就跟国王讲有这样的事情。结果国王做完这个事情，把这个2个兵杀死之后，记录在里面历史记载，没有鼓励奖励末底改。结果那天国王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就人家来读那个历史书历史书，读那个历史书读到怎么样？他说有2个兵要害死国王，是末底改报这个消息给以斯帖，然后让他知道那个2个兵已经结束生命了。他突然想到说，我们国家对这个保护国王的到底有没有什么鼓励啊？他叫哈曼来，又到底什么鼓励没有？结果哈曼以为是说他对国家很有贡献，要怎么样？要鼓励他。结果那天晚上也是一样把哈曼叫来，把这个末底改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你要好好的尊荣他穿这个国王的王袍，就骑着马在街路上，让人家怎么拍手赞美这样这么好的人。哈曼以为是他呢，结果他要害死的这个末底改，结果那第二天早上都没面子啊，牵着马，对不对？让末底改在上面受大家尊荣。这就是什么？因为末底改有做公义的事情，有做公义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想，第二个就是他遵守国家的命令遵守国，他晓得只能请求国王来协助。第三里就是说要请求协助help。他很有智慧到第二天晚上，他就把他的需求是什么？说我是犹太人，我的民族会受到一个人来灭亡。当一个国家的国王知道这么大的消息，说我的国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冲突？他完全受蒙蔽，他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有这个有某某人要来杀死他所统治的这个犹太人。怎么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以斯帖才跟他讲，就是因为今天来的这哈曼哈曼有这样子的想法，傲慢，或是说他制造的这个对立，人家对他的个人崇拜反对的时候，就害到末底改跟他的犹太民族。哈曼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去王后那边求情，就给国王回来看到说，性骚扰，就赶快把那个哈曼就结束他的生命。以斯帖请求国王，当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要知道祈求上帝。这个以斯帖记常常就有一个，虽然上帝好像没有看到，好像隐藏起来，其实上帝无时无刻在我们的身边来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当我们恳求上帝来带领的时候，他确实会来帮助我们，会来拯救我们，会来拯救。我自己也经历到呢，经历到什么？因为我有面临死亡大概可能我在36年前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读神学院嘛，就下班的时候
就在新店那个地方，给摩托车撞了，车祸受伤。真的是我现在有时候很感谢哈，这个车祸受伤的人逃走，结果旁边有一个机车行，他做公益的事情。他说常常有车祸受伤，他就有这样的现象，就赶快送到医院去，好送到医院。我送到医院更新医院，那天晚上就昏迷了，昏迷。讲起来昏迷，我们家里的人还有因为我故乡在万峦嘛，很远嘛。那我的牧师娘的家族都在北部比较多嘛，所以那时候那天晚上是会很着急，没有错了。但后来这个我受伤的消息，而且昏迷的这个消息呢，怎么样？就透过我岳母很喜欢这样祷告的时候，奇怪，就很兄弟姐妹就好像都很关心到底是什么事情。后来我牧师娘就跟他讲说，我车祸受伤，昏迷在更新医院。就我牧师娘的姐夫是医生，他真的是那天晚上有拜托那他的在国泰医院的同事了，也是医生了，说拜托看能不能从更新医院转到国泰医院来治疗。我内心在那个时候知道有人来代祷，有人来关心。我那个时候是在木栅门诺会，在那边算是看管教会了没有讲道，没有在那看管教会。那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在那个我们的陈牧师他的姐姐，他的姐夫是长老，他姐姐是门诺会的干事，也唤起教会弟兄姐妹用祷告的心来为我祷告。所以第二天我在这个更新医院，第二天早上救护车就把我送到国泰医院。国泰医院刚好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就帮我做那个脑断层的检查，知道这个要开刀，我就有接受开刀。所以有时候怎么样，请求协助，上帝会派不一样的，好像天使一样来帮助我们，所以我现在很感谢上帝已经经过了36年，我还能够生命还活着，还能够跟家里的人还跟亲戚姐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很感谢。我自己经验到牧师娘或者说他们在困难的当中求帮助，上帝就会祝福，让我们得到健康。我自己也在上一堂讲道也提到，我自己也帮助过别人了在我大学的时候帮助一个团契的契友嘛，他自己开眼睛看不见，我1个礼拜都陪他去看病这样子。那这样子到大学毕业之后，他去开公司赚钱了，结果他不小心签了一个为一个很好的朋友签一个保证，银行借款的保证，结果对方公司倒掉了，倒掉之后他负债1200万，那个法院的那个判决就快下来了，他一定要赔人家都逃掉了嘛，他刚好赚钱买一个桃园一个豪宅很漂亮这样子。他说怎么办呢？人家可能要来查封我的房子了。我那时候在哪里？我在法律事务所上班，我知道，来帮他们讨债拖债，所以我就跟人家，你就拖债嘛，把你那个房子过户给别人了。他说我这么紧急，我怎么找不到人呢？我说那不然你信任我的话，就过我的名字好了。所以那个房子就很快我找一个代书帮他办，4天就完成了过户了。下个礼拜隔个7天之后，那个法院的执达员、书记官还有银行的人要来查封那个房子，我就在就在他家门口等着什么？我说你来查封是他的房子吗？你没有看我拿你那个所有权状给你看，第几通来给你看，这是我的房子啊！
你不能查封啊。后来就没有查封，他就可以安安心心在那边住了。哦，感谢上帝！当然了，半年后他就再过户回去了哈，过户给他太太了，就不会被查封，他房子就好好的。哎，我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感谢？有没有什么得到感？其实没有。他因为我牧会之后跑来跑去嘛，对，不晓得。结果3年前他从美国回来，找到我的电话，要我来吃个铁板烧，哇，好高兴啊！去吃得好丰富哦。完了之后，他送一个小红包给我。后来我一打开，啊，真是太多了，2个月的谢礼呢。哦，很感谢上帝哈，让我怎么样？做公益的事情得到这样小小的报酬。所以我们有时候能够有这个圣经上所讲的自己有这个给别人的，你给别人就得到快乐。我自己也很快乐了，对方也很快乐了哈。这是什么？就这样子我们就讲要常常做对的事情，做一个 public interest 有公益的事情。好，我相信上帝特别会祝福我们，那个逆转胜，逆转胜，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个以斯帖记这样子的都种族或是说很多这种生命碰到的危机的时候，要用这个方式 ，calm， 保持冷静，禁食祷告，祈求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上帝所给我们的话，就像这个耶稣亚一样遵守上帝的话，勇敢向前，让他要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耶利哥城，马上就成功，对不对？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要有智慧的寻求协助。我有时候读到这个圣经第5章呢，这个以斯帖没有通报国王，就去那王宫里面温谢嘛，结果他自己就在那逛王宫，结果国王看到王后来很高兴，有智慧了，要只会处理还有要做公益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我用一个以斯帖记虽然就短短的10章，但我是很满心感谢的。做退休之后又能够听赞美之泉，最近是听那个圣诞节代降节的歌。我这个完了，我要做什么？因为圣经的故事用英文英文有时候1个多小时这样听。我睡眠之前有时候这样听，很有意思呢。因为他那个圣经故事用英文速写，英文去说，不是念圣经用英文这样说，很有意思或者退休之后来做这些事情，也看到教会常常在退休传教士的主日用奉献来支持我们也特别代表传福会来谢谢教会的关心爱心，让我们得到平安让我们退休的或是在职的牧师娘得到平安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在以斯帖的分享当中，我们看见上帝你的百姓在危机当中祈求上帝来协助来帮助，在重要的时刻你用这个以斯帖王后这个名分，还有他的智慧，他的遵守上帝的话得到这个逆转胜让犹太人在波斯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礼义整个这个国家的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淡水教会在圣诞节期所做的活动，来吸引众多的弟兄姐妹社区来参与，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传到这个淡水这个地区得到这个地区的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